2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头一届挑战无主持人，典礼拢是靠表演，也有颁奖贵宾来闹台，精彩表现，互观众共款学了解得知。像讲规场都有这个古早味的歌舞表演，有观众讲看甲真感动，目屎甘目甜。另外，音乐工作者林生祥和陈珊妮表演这两段歌唱的实力真在百，典礼高调一场煞一场，一波煞一波。 古早风格歌舞，让人想到过去的时代。美声歌姬李千娜领唱第56届金马典礼头一届无请主持人，拢靠精彩的表演，甲颁奖的嘉宾来维持现场。阳光普照入围非常多项目。哦，对。可是你没有演啊？对，我没有演。但是其实我本身是一个，你知道，因为我长期是身为周梦红导演的吉祥物。入到甲陈立新做伙做颁奖的嘉宾，一个上台就先敬50，甲观众人甲笑嗨嗨。金马精彩表演，阁有名音乐人林新祥的美声，加上乐琴，互人看到金马奖的水准。 电影《阳光普照》的主题歌《晚行》，林生祥唱出来，互观众听甲啪啪啪。另外一个表演嘛，互人印象真深。重要的是你，不重要的是重要对吧？好好活着就能被拯救的，对吧？ 温柔的歌声加上舞台设计，真有仙女的气质。人在表演陈珊妮唱电影《竹林秘密》的主题歌，真稳定的转音，让人看到伊唱歌的功夫。金马奖头一届挑战无主持人，表现甲过去无同的风格，规个典礼拢让人足学了的记者综合报道。